欢迎收看《台湾世界》，我是阿斌。今日是7月7日，香港回归23天。这天对香港人来讲，本地应该是好好欢欢喜喜哦来过这个生日。不过今日对因来讲，真正是无好过这个一天。咱看到香港版的这个国安法已经正式来施行，只要对香港有任何分裂、颠覆国家，或者是组织恐怖活动、结合境外势力，拢有互人这个机会互入罪啦相当是这个终身监禁、无期徒刑。咱嘛讲到，唔那是香港人，也是讲无住伫香港的人，只要你有这个犯罪行为，可能是主张香港独立，也是讲台独，拢有可能伫咧入境香港，也是坐起你这个香港这个船，或者是飞行机，或者是讲伫咧香港转机，拢有可能被逮捕。那么要带大家来回顾这个香港政治的这个进程，咱首先来看到1984年，这个中国甲英国有签到联合声明啦迄当阵也是香港也是这个英国的这个殖民地，但是咱看到迄当阵签这个声明是啥物呢？就是讲一国两制是50年无要来改变，但是咱看到1997年7月7日开始，主权移交了后，咱看到香港特别行政区来成立，但是当阵中共是豆豆甲这个控制是。日头是愈来愈加深。咱们看到2003年，香港人民开始要反对基本法有23条这个立法的这个事件。2004年咧，又要来争取到落实双普选，不过咱嘛看到讲，其实无啥物效果。来到2014年，迄当阵占领中权，咱讲有这个雨伞革命，但是尾手嘛是失败来收场。2019年，迄当阵香港政府本地要透过这个修例啦来送中，结果是200多万人不满行上街头，不过受到这个武汉肺炎疫情的影响这社会运动拢来法庭啦所以咱看到即阵，咱看到6月30日的即阵啦中共是这个透过162票无异议，宣布来通过这个港版的这个国安法，伫今日7月7日正式要来上路，会安怎影响香港的社会，影响台湾的社会，全球的社会？透过今日节目，咱做回来了解。带大家做回来关心香港的这个问题首先来邀请来宾，第一咱邀请中研院法律所研究员廖福德。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再来，咱们来邀请台大社会系教授何明修。大家好，我是何明修。再来，咱来介绍咱香港屯门3省区的这个议员吴坤泰，这个坤泰议员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哇，这个台语讲啊真练登了。不过咱讲7月7日了7月1号本来已经是回归这个中共23年，但是今天特别不一样，这个港版的国安法通过之后，首先对这个香港这个人民有什么样子的影响？你的观察？其实我现在就是在湾仔的那个游行的现场的那个附近，然后我们看到了现在这个下午已经有人就是因为港版的国安法被逮捕，那些人其实就是拿着香港独立的旗帜，还有就是拿着中华民国的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就被港版的国安法逮捕。然后我们看到就是现在香港警方也是用那个新的警告的那个举牌，然后去警告就是在街头游行的群众在参加一个就是可能会犯下港版国安法的机会，然后集结可能就被逮捕。是我们看到这个纸牌真的是今天才出现的。这个纸牌上面其实也是写说，如果你有这个颠覆国家或者是煽动，然后另外这个部分这个港区国安法的罪行，通通可以被拘捕或者是有这个刑事的检控。这样子对你们来讲这4条罪，除了刚刚您刚才提到了拿着这个香港独立的或者是中华民国的国旗，这样子的人会被逮捕。那其实过去还有一些人权的这个人在这个我们看到一些在众志也好，或者是媒体经营的也好，可能在日后也会受到影响。我猜现在最恐怖的地方就是那些因为港版国安法被逮捕的人，全都不可能就是可以交保，不一定是可以交保的。还有就是他们也不一定可能就是拿到那个律师的代表，可能也是一个秘密的法庭去审判。所以其实你看到就是很多的一些就政治领袖，他们可能过去的时间可能也做了很多一些海外的一些工作，可能就是让
联系就是其他地方的国会议员啊，还是什么样子，但是他们现在通通都就是离开那些团体，比如说是香港众志。还有就是一些团体可能在过去就是倡议自决，还有就是独立，他们全都可能就是在昨天都解散这样子。是对，所以你看到那个影响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广，所以我们也是，但是香港群众还是会走向街头了，就是因为他们就觉得这个港版国安法是绕过立法会，所以他们其实是相当不满。但是你刚才也提到，就是香港的居民或者是人民还会走上街头，真的不怕吗？这个国安法？刚刚其实我现在也是在游行的那个就是路线的那边，其实还有很多的香港人也会看口号，也会看一些可能政权不愿意听到的口号，国安法可能就是会打压一些就是领袖还是怎么样子的人，但是一般群众来讲，其实他们已经就是不怕，还是就是有一个诉求，所以他们也是会走上街头，不管就是可能警察在他们的前面，他们还是一定会在街头上面游行。所以这已经是普遍香港人民的这个一个诉求也好，或者是一个志向也好，就是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哈，可能在过去我们一直在说五大诉求，这个缺一不可。那光复香港哈，这是也是时代革命这样子的精神会持续下去，不管这个国安法如何进行嘛，是不是这样的意愿？我猜光复香港时代革命也会是就是往后一个很多群众会叫的口号，但是呢，如果一些政治领袖呢可能会是一些就是政治运动啊可能会趋向地下化，可能没有那么明显去主席游行还是怎么样子，但是我们也要就是看就是那个疫情过后那个林郑月娥政府会不会就是疯狂的打压，因为毕竟现在就是林郑政府也是拿那个疫情来做借口，就是不给游戏去进行。是。我们感谢议员，咱感谢议员哈，议员头头讲到，这个现主是这个香港这个民众，然后可能也是规百岁行上街头，但是对一寡这个政治人物来讲吼，伫台面上可能豆豆会去地下化落去啦吼，就是这个运动可能是社会运动，可能要有一寡这个新的这个措施，也是新的这个思维啦吼。继续，咱要先请教这个廖福德啦吼，咱的这个研究员。咱来看讲，这回这个香港版的这个国安法来通过，6月30对7月7来讲，因日后啦吼，这个人政治路要哪行，是香港人民要采用什么方向？我先解说讲，我所了解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个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维护国家安全法这个内容啦吼，我讲实在真恐怖啦。第一个罪名。罪名就甲迄个中国的所有法律的规定，差不多拢搬来香港啦。是，包括比如讲你分裂国家罪、颠覆国家政权罪、恐怖活动罪、勾结外国也是境外势力的危害国家安全罪。是，伊个处罚不只是个人，包括是公司啦、团体什么拢包。是，而且这个行为人，就是讲不只是香港人安尼哦，是你包括外国人，就每一国。所有的人拢有可能去伫内底，拢叫伊去逮捕、去处罚，所以讲在这个规定之下，我相信就是讲香港的朋友咧继续的诉求，可能是讲，因为我即摆感觉五大诉求，可能还阁是讲迄落无讲去弄到足上危险的所在啦，可能还阁会使变。第二个行为的部分，因为包括迄个恐怖活动罪啊，这恐怖活动罪其实这个罪名其本身真恐怖。就是讲，你所有的行为，若讲你有去破坏着电视的交通啦、电啦、什么吼，这部分拢包括在内，拢去叫恐怖活动。所以我感觉，香港的朋友就讲，一方面来坚持，一方面来坚持咱的迄个信念，一方面另外行为的部分吼，可能所以爱较注意者。所以我感觉应该要继续坚持落去迄个。这个活动，控制的这个活动啊，这个日头要继续来坚持。那么带大家来看吼，其实这个中国国务院哦，这个今仔日是开记者会，但是咱看到6月30这天哦，伊本地是早伫咧早时就通过啊，是安怎暗时吼再来公布，这所有的这个条文，今仔才开记者会，咱慢慢带大家来看讲，搁较有路这个法律的这条文安怎看，先做伙来看。
港版国安法详细条文伫咧表决通过了14点钟，30暗11点才公布实施，总共6章66条，其中明确列出4项罪行甲法则，相当的拢是终身监禁。首先是分裂国家罪，包括将香港自中国分离，首要分子10年到终身监禁，积极参加的人也当判3年到10年。联合国家政权罪包括推翻中央或者是港府破坏设施，相当拢是终身监禁。恐怖活动罪包括爆炸活动，互人重伤死亡，抑个勾结外国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拢是10年以上到终身监禁。有效的防范、制止和惩治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有关的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堵塞香港特别行政区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存在的制度漏洞。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伫7月也特别开记者会说明，新春要讲中央是以决定加立法的方式推动港版国安法，强化执法的力量，绝对无容忍任何的挑战一国两制底线行为。港澳办的副主任张晓明警告讲，国安法是香港繁荣稳定的守护神，也是生日礼物。这部法律是香港繁荣稳定的守护神，未来一定会不断显示出它的弥足珍贵的价值。中央对港版国安法真有信心，会当互香港更加好。不过，港版国安法有真侪互人真担心的所在，包括中央将会成立驻港维护国家安全公署，也明定3种情形下会当由国安公署来对案件进行管辖权。被告可能会被送到中国审理。另外，38条写明，无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的人，伫香港以外，针对香港实施本法规的犯罪，也适用本法。代表伫世界上每一个所在，拢有犯罪风险，就连上网成员拢有可能犯法。记者综合报道。这个条文哦，真正是这个拢爆啦吼，拢爆啦吼。继续，咱嘛要来邀请到咱第3位来宾吼，是咱的过去的老朋友吼，张俊和，是咱这个伫台湾的这个香港学生啊。俊豪你好，我们也看到了，这个中联办呐哈，他们也提到，或者是港澳办，他们说今天7月1号是送给香港的一个生日礼物，你们能接受这个生日礼物吗？当然不能接受啊！其实香港从这一个反送中运动开始，都一直以来说，其实香港人是绝对不能接受中国政府的这一个一国一制的统治。那其实现在国安法在香港已经实行出来了，我们今天也看得到有30多、40个人已经被这一个警察的机关去用国安法的这一个罪名去逮捕。那所以其实我们也非常容易看得到，就是说，其实现在香港人就算现在冒着非常大的人身安全啊，或者是说有背着这一个国安法的罪名去上街，其实也看到非常多的香港的市民竟然冒着这个大雨在7月里面去上街哦。所以其实我会觉得说国安法哦，其实就是一个的假议题啦。OK 啊，其实在中国政府而言，其实它一直以来。香港回归中国23年以来，其实他一直以来都做非常多不人道和就是去打击我们香港人权、香港言论自由的事情哈。那所以其实香港去立这一个国安法哈，其实只是一个的例行公事啊， OK， 并不是说就是现在立了这个国安法以后，香港才会有这一个言论的打压。其实他一直以来都是有这样的这一个的手段去进行，在香港里面去破坏我们的一国两制。和这一个的民主和法治哈，那所以我会觉得说，现在香港人其实从一开始已经不能接受我们这一个一国一制的方针，那现在我们也更加清楚的去看得到，现在中国已经是宣告，不论是从这一个。香港的民众而言，或者是说全世界的国家而言，其实他都已经宣告说，香港已经没有一国一制，已经没有一国两制，只有一国一制。是我们看到这个中共的这个加深力道控制哈，真的是无所不在哈。透过这个法律层面哈，头拄啊，这个俊豪嘛讲到哈，这个香港哈买手可能不是即阵才开始呢，这个香港版的这个国安法可能就是形式了哈，过去。都来开始加深伊的这个控制的这个力头了吼。其实咱嘛要讲一届带大家来看讲，这个香港版的这个立法吼，其实有这个定数上的这个大问题啦吼。这个图表带大家来做一看吼。香港基本法本地应该是要有香港的这个立法会
家己来做立法的这个动作啦吼。不过咧，中国根本就是看轻这个基本法。好，该由咱讲的这个人民大会吼来立法啦吼，拍破咱所讲的这个一国两制，即阵就是一国一制啦吼。香港国安法伫咧中共吼人大这立法过程根本无香港的这个民意基础啦吼。咱么看到人大常会伫咧立法过程无事先公布条文哦，佮暗时这个11点外吼，才由特首林郑月娥来公布啦吼。其实这过程中，香港人完全唔知影这个条文是啥物，连法治社会上基本的要求拢做未到啦吼。所以咱即阵嘛咧讲中联办也好，香港澳门办公室也好啦吼，真正是拢是受到北京政府的控制啦吼。其实嘛有咱这个何炳修教授吼，咱今日来宾，伊嘛讲到这个部分啦吼，就是这个塞权治港啦吼。过去香港人会当治理香港家己的这个国家，吼，即阵变做是塞权治港。塞权是啥物意思？就是中联办伊的位啦吼，即阵是中联办会当来直接控制着这人民。咱继续请咱的何教授。是，大家好。其实香港人讲西环治港，其实已经讲了10几年。那包括还另外讲法，就是根本就没有1国2制，其实1国1.5制。那中联办1.5制，那中联办过去介入选举，这是这10年来其实大家都感受到的事情。但是我觉得一个比较大的差别，就是说过去北京都会至少在表面上就说我在1国2制的脉络之下，我不要去改变这个东西。那今天国安法是从5月底的时候，有人大开始宣布，然后决议到6月30号，我觉得世界上慢慢看得出来，就是说，其实他开始去改变这个既有的游戏规则。过去他还是要偷偷摸摸的嘛，那现在就是说他开始去改变了这个设计。那就像刚刚主持人讲，就是说国安立法过去大家以为是要透过香港立法机构来去审议，然后并且去完成立法的动作，但是现在经过透过一个基本上就是一个立法橡皮图章，然后完全这个香港人代表就只有1席，然后在里面其实也不能讲什么话，就这样通过。那所以就是改变这个现状。是。那我觉得就是说国际上当然因为1国2制的基本法是基于中英联合声明，中英联合声明当初是在联合国其实是有公正的一个国际文件，但是在前几年你也看到一个北京的讲法说，这个虽然已经公证过了，虽然已经跟你签了契约，但是我把它当作是个历史文件，意思它已经没有效过，没有效，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个态度，就是说，就是我今天我一个政权，我跟你签了一个协定，就是说过去我对我有用的时候，我就说 OK， 我愿意遵守。那现在对我来讲，就说我现在已经够大了，我现在不想要遵守，我就当作它的历史文件。这是国与国的契约哈，这个协定哈，都给保护掉了哈。所以咱嘛继续来请教咱的这个研究员哈。亲像安尼中英声明，1国2制50年无要改变，第23档吼，进程就开始豆豆咧改变啦吼。头拄这个何教授嘛讲到，亲像这个国甲国之间这个签这个声明啦吼，真正会当安尼就甲付掉，国际上会当有啥物制裁无？这是我哋讲中英的联合所写的声明吼，其实是一个国际文件嘛，是讲2个国家所签的，讲且这边讲中国迄阵声明的是讲我有一个义务。我会维持香港50年的制度无变化，是，对吧？这是伊必须来做的义务嘛，吼。所以讲，即摆其实要做的，讲最主要嘛是在英国去迄落啊，去来讲啊，讲你到底是迄落，爱较硬的啦，嘿啊，就讲你来讲嘛，是，对吧？即摆是影响全世界，尤其是这个立法，是，这个立法不只是对英国人啊，不只是对香港人啊，是对全世界的，拢有可能啊。你讲你全世界，你即摆我比如咱咧台湾发声，讲咱支持香港，可能咱遮的人拢互哭起啊，那是经过香港，伊我都甲你处理，我都甲你逮捕，伊就甲你逮捕啊。吼，所以讲，咱嘛看来讲，真济国家有出来声明。我感觉，尤其是咧迄个人权理事会，咧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其实真侪专家拢有咧出来声明，讲即个国家立法其实是迄个有问题，这就是问题吼。不过我提起一个讲吼，伊立法吼，真正家己嘛真勇敢。伊第4条咧讲吼，讲伊即摆这维护这个维护国家安全吼，爱尊重甲保障人权，而且遵守联合国咱讲的2公约。嘿，有讲到人权呢，嘿，有讲到人权呢，吼，所以讲咱即摆就在甩，是，在甩，吼。连港咱注意看，讲伊即摆对今日开始去做以后啊，到底有迄个遵守联合国2个重要人权公约无？吼，这我今嘛在检验的，是，吼，伊绝对走袂去的。所以有2部分，第一部分就讲，这个联合声明，你爱遵守嘛，是，这绝对毋是讲这历史的物件。那照伊个讲的，所有的条约拢是历史物件嘛，因为你甲你签了，明仔载变历史啊嘛，对不？第二，你家己嘛有讲，你这个
法律你迄落要执行的时阵，是要尊重国际人权标准的，国际人权标准的，吼，事实上伊都应该要做会到，对啊，所以讲我感觉这是未来咱应该爱搁注意的，吼，啊，这两个人权公约是咧国际是有咧迄个监督的啊，对啊，啊，毋过中国本身伊其实唔敢加入公民权利甲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是，因为甲摆压力伤大，啊，毋过所以讲，但这个我至少是这个法律，伊。这个条约是有咧香港实行的，是咧实行的，所以讲未来我把这个部分嘛，应该继续去追踪，到迄度观察的。有影啦吼，咱讲到这个港版的这个国安法，其实头拄也亲像这个咱的这个教授所讲的吼，内底有讲到人权嘛，引用到联合国这个两公约啦吼。啊，其实但是伊尾啊，这个差不多9000外字，6章66条，其实这个处处拢对香港人真不利。咱嘛有做一张吼图表吼，带大家先来看吼。第29条、36条、38条、46条。48条拢有无共款的这个赞助啦吼。第29条，咱先带大家来看，就是讲吼，你若甲这境外势力啦吼，有这个相牵连吼，就是你会去用这个法办吼有真严重这个效果啦吼。啊，对中联办也好，地区政府也好，这个机构抗议也是判察，就可能违法防治罪啦吼。另外，咱嘛头拄讲到吼，第36条，你若是吼坐到伫香港特别行政区注册这个吼船也好。航空器也好，航空器就是咱讲的飞行机啦吼，嘛适用这条法啦吼，就是讲你若是这个头拄议员嘛讲的，香港这个港龙航空还是国泰航空啊，你若伫头顶分享到这个示威相片吼，就法度防入罪哦，入啥物罪？煽动分裂国家，还是讲宣扬恐怖活动啦吼。第38条吼，伫台湾的这人民吼，爱更加来注意，是安怎咧？伊讲吼。你若是无这个香港地区的这个居民的这个身份，但是吼，你伫这个香港以外这个地区吼，有实施着这个本法所规定的这个犯罪物件吼，嘛是适用本法的吼，就是啥物咧？毋若是台湾人哦，全世界差不多80亿的这个人吼，只要你是反对中共的这个暴政，也是讲追求这个香港爱有民主啦吼，也是认为台湾毋是中国的一部分，可能就会触犯着第38条，会当来治罪。另外，咱嘛看到第46条吼，这个因为这个法律吼爱保护着这个国家秘密啦吼，所以若是牵涉到有这个涉外这个因素吼，也是本地会当保障陪审员啊，甲伊这个处理这个安全等等这个理由啊，发出证书指示讲啊，相关的这个诉讼无需要有这个陪审团的这个情况之下来进行审理啦吼，嘛打破过去香港普通法系哦。运作甲司法独立的这个部分。另外，咱嘛看到第48条，中央人民政府香港特别行政区哦设立这个维护国家安全公署，这个公署嘛真未来可能真影响香港真深啦吼。中央人民政府未来会当创啥呢？驻香港特别行政区哦维护国家安全公署来依照法律来行使着咱讲的这个国家安全的这个职责啦吼。这嘛是互这个中共特务的这个黑手会当直接来去香港啦吼。首先，咱嘛要带大家做伙来看讲吼，其实你若是规划，也是讲7月啦吼，这个香港也是台湾西藏啦吼，伫遮要甲中华人民共和国给分出去，亲像咱这张图表啦吼，嘛做一寡这个整理啦吼，都是这个第20条这个部分，都是煽动的这个部分啦吼。咱继续要先搁请到这个俊豪啦吼，俊豪我们可以看到，刚才我们所列的这个5条法案。我们里面也有提到，就是这个可能是触犯第20条的分裂国家罪，主要你主张港独也好，或者是台独也好，西藏的藏独也好，这样子都是这法条里面所规定的，通通会被入罪。没错，所以其实我们很清楚的看得到这一条哦，一直以来我们香港最引以为傲哈，就是我们的言论自由，我们什么都可以讲，我们讲他们所以为、他们所称呼为就是分裂国家的这些言论，我们也可以讲。但现在过了7月1号之后，你刚刚所说的西藏啊、香港啊，那2个字啊，我现在不能讲了，可能。对，我现在可能不能讲。你今天上节目也有危险。对，可能我到现在，他这一个29条里面说勾结境外势力哈，那我搞不好现在在这个节目上。我在台湾的这一个国地哈，这个国土上面，我去说了一些的言论，其实也有机会被被判刑哦。那所以其实这一条条例我们看得到非常的模糊，什么叫做分裂国家，什么叫做颠覆国家政权，什么叫做这些引起这个国家安全的疑虑哈，这些全部都是
非常模糊的这些用字，还有就是没有一个很明文规定一个定义非常清楚具体化的这一个的明文哈。那所以其实香港人在这一个言论的过程中，怎么讲才会发生这一些才会犯了罪呢？或者是说讲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才会放了这一个国安法？其实我们并不知道。所以其实我们一直以来哦，就看。特别是昨天我记得看了一个的图片，其实它里面就是讲说，其实国安法里面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的意思就是说我今天随时可以用这个国安法来代理入罪，那就是说莫须有的这一个状态哦。所以其实这一个的法律哦，其实好像刚刚说的一样，除了就是真的去违反，或者是说去贻害到、打击到香港的这一个法律、法治和言论自由以外，其实对于香港无论是现在或者是日后的这一个香港的抗争，其实也有很大的打击的作用。但其实现在我们香港也是背水一战了。我们这个国安法通过以后，其实我们香港也非常清楚，香港人非常清楚说，其实现在香港已经没有了以前所有的优势，包括就是说，昨天的一个美国已经取消了香港的特别待遇的这一个地区嘛，那所以其实这一个国安法的通过，其实除了真的是打击他们所称呼为的港独的人士以外，其实同样也是帮助香港的这个南草哦。那所以其实这一个的国安法通过，那这个条文的模糊和就是它这一个引起国际上面的这一个重大的这一个的反弹哦，其实我相信就是说中国政府已经是没有任何的办法去阻止现在无论是说国际上的这个游说工作啊，或者是说香港的这一个更进一步的这一个的港独的思潮这样子。我们看到了哈，其实咱这个俊豪他都有嘛讲到了哈，就是讲这个香港人过去都这个南抄的这个心理哈，要使大家做伙死的这个心理啊哈。啊，其实伊他都有嘛讲到，这个国安法的这个立法哈，对香港人来讲，其实有的人也是唔惊啦哈，就是过去我有的这个诉求，颠倒伫即摆，我更较坚定要搁徛出来哈。但是头拄啊，这个咱讲的这连线这个吴议员嘛讲吼，可能政治工作者对因来讲，有的这个物件真正是爱伫 under table 来去做啦吼。咱嘛有看到讲，这个香港吼通过这个国安法了后，这个各界这个回应，咱嘛看到香港这个政治的这个创办人然后，也是规个这个共同创办的这些人，其实拢开始偷偷啊退出掉香港政治，因要用这个个人的这个名义然后，莫用这个组织。有的人吼，若是惊这继续来用组织这个名，可能是归官吼，拢互这个参掉伊啦吼。所以咱看到这黄之锋伊讲啥，伊继续坚守住伊的家园香港吼，伊吼一直到安怎咧？甲香港政府还是讲北京政府，互伊吼伫即片土地吼无声音去啦吼，还是讲伊嘛讲啊，伫咧香港继续来做民主的这个工课啦吼，继续来反抗吼。另外，咱嘛看到这个香港政治共同创办人。这个周庭哦，伊先来讲哦，未来国际连结的这个工课，伊无法度过来参与，可能嘛是为惊吓这个所在啦吼。另外，这个前立法会议员罗冠聪哦，伊讲啥咧？香港即阵就是一片这个文化革命的这个风潮啦吼。香港人可能是用着这个言论来入罪，啊用思想来入罪，啊伊嘛是退出着香港政治。咱嘛看到讲啊，一传媒的这个集团的创办人。赖志英吼，伊是讲啥？伊未离开香港啦吼，会继续发行《苹果日报》到未当发行为止啦吼。啊，伊嘛讲到国安法吼，已经互香港的这个民主运动爱来调整着策略。咱嘛看到哦，这是建制派这个民建联的这个主席啦，伊讲国安法立法是针对真少数的这个人吼，市民若无做恐怖主义、极端主义、迫害性的这个行为，都唔免烦恼立法吼。继续，咱来请教何教授啦吼，咱看到。这个香港政治的这个创办人，吼，规个拢退出啦，因咧惊啥，还是烦恼啥？咱嘛看到这个李志英，伊嘛讲到吼，可能社会运动的这路线，爱小可来调整啊，伊这是虾米用意？
是那个从去年反送中以来，他们这几个被当作是台面上的人物已经被捕了很多次。那不过很特别，是因为去年的反送中运动号称是没有大台、没有领导者，所以尽管这些台面上的人物被捕了很多次，但是群众还是会出来抗议，会是出来游行。那我觉得就是说，因应这个国安法要执行，那这些包括黄之锋在内的这些团体都说宣称要退出团体或宣称要解散，我觉得这是在做一个自保的动作。OK， 但是我觉得就说，其实以过去以来，包括今年疫情以来，有很多的集会或游行，其实是网络上或匿名发起的，所以我觉得包括今天的7·1游行，也包括6·4的时候集会，都没有团体组织发起的。所以我觉得，如果共产党会觉得说，因为有国安法，所以香港街头就变平静了，我想可能并不是这个样子。那我觉得当然有些东西会在转变，就是说，比如说国际游说，现在可能不是大辣辣，就是黄之锋然后飞到美国去国会参加听证会，但是可能在海外已经，比如说在美国、加拿大、澳洲、英国都已经有新出现的港人团体、香港人组织，他们既会做国际游说。那所以我会觉得，就是说运动的地下化，以及就是说越来越没有组织化，可能会是值得观看的一个趋势。这个可能未来香港的这个社会运动真正是 under table 啦吼，但是这个 under table 会更加强吼，可能伫咧这个运作头顶、组织头顶有另外一个新的这个改变啦吼。另外，咱慢慢带到讲看讲吼，这个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吼，讲真正免烦恼这个香港版的这个立法，安怎讲呢？伊讲哦，这是保护香港人民的这个法啦吼。咱做伙来听，伊是安怎讲的？伫中国国歌声中，香港政府飞行服务队直升机挂上区旗甲中国国旗，伫维多利亚港口顶面飞过，庆祝香港回归中国、成立特别行政区23周年。港府7月7日伫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包括香港特首林郑月娥、3名前特首董建华、牛正英、詹应权、中联办主任罗慧玲、解放军驻港部隊司令員單道上等人攏親自參加。佢顯示咗中央政府決心保護絕大多數奉公守法嘅香港市民，免受極少部分危害國家安全嘅人所害。香港回歸23周年，港版國安法也正式生效。林鄭月娥強調，港版國安法合憲、合法、合情、合理，佮個是中國甲香港回歸以來上重要的發展，展現中國恢復香港穩定、貫徹一國兩制的決心。林鄭月娥致辭時也一度後甜，表示過去一年是40年來公務生涯上艱難的一年。我十分感謝中央一直對我嘅信任、屋企人同埋好朋友嘅愛護，以及各級同事堅定不移嘅支持，佢哋嘅關懷令我相信艱難嘅日子係會過去嘅。支持國安法喺香港實施嘅，呼籲香港社會要放低嗰個分歧，停止內耗。到伫中國人大全票通過港版國安法了後，央視隨即發布中國解放軍駐港部隊陸海空三軍部隊演習影片。這次我們負面執行南部討伐任務，演練背景是在不法分子棄權逃跑上島後。演練內容包括聯合搜救、互為對抗，大體主要就是也個包括對捕逃犯的項目。司機敏感被解讀是嚇驚香港人。另外，香港前特首牛正英在面冊宣告，旗下北擴散基金要提出上懸100萬的港票，等於是新台票380萬賞金，獎勵舉報違反國安人士，替香港增加更較濟對立的情勢。記者綜合報導。咱頭拄也聽到這個特首林鄭月娥安怎講吼，伊就講吼，你只要是這個奉公守法的這個香港人，真正唔免驚這個法啦吼。繼續咱個先來請教俊豪啦吼，俊豪，剛才他提到說，如果你是奉公守法的香港市民，根本不用怕這個法。我現在是犯什麼法？我現在在香港，我去說哦，共產黨，天滅共產黨，那我是不是犯罪？我現在是去擁護這一個共產黨，或者是說我現在是擁護中國這一個國家呢？所以其實
现在中国特别是现在的状况是党国是不分哈，那现在香港人如何去把这一个的法律厘清的非常清楚，才去变成说是一个奉公守法的这个公民呢？那所以其实我会觉得说，现在香港人已经是被打压到非常的底部了。那我相信香港也不会，香港大部分的市民也不会说，就是现在香港立了这个国安法以后，然后对他们的言论的这一个的考量有多大的这个影响哦？那当然就是有一部分的比较高危险性的这一些的战友，那当然就是比较属于就是要去顾及自己的人身安全，好像刚刚教授所提到的，就是说有一些的国际上游说的这一些的手足他们的这一个的危险性是非常之高的。那所以其实我会觉得说，国安法真的是去适用的，或者是说真的是希望是对付的，其实就是这一群人，包括黄之锋啊、香港众志，或者是说香港有团体的这些人。但我们也非常容易看得到，就是说现在香港已经是那一个的抗争是无大台的状况下，那香港人出来进行抗争的状况，那他也不会说现在没有了任何一个的意见领袖，或者是说任何一个的领袖，他就会不出来。那所以我会觉得说，现在香港的这一个的抗争仍然会持续下去，就好像今天那么多人上街游行，尽管就是说这一个国安法通过，所以我会觉得说，现在香港这一个我们都是奉公守法的这个公民但这一些的所谓的这一个罪名，就是去把我们去带入这一个的所谓的罪名身上。那我会觉得说，这一个罪名我们没有做任何的事情是违法的，那我们是清白的话，那基本上不会去有任何的担心和害怕。所以我会觉得说，就是现在这一个中国的国情其实我们也看得到，就是他所说的这个分裂国家，或是说颠覆国家政权罪，其实在他国境内去实行已经非常恐怖，也是非常不人道。我们也看得到非常多例子，包括李旺阳他已经被自杀了。那这一个的状况下的话，究竟我们香港日后会不会有这一个的状况呢？其实我们不知道，也许很大机会会发生这一个状况那所以我会希望就是说，现在香港面临的这一个非常不人道、非常紧绷的这一个状态上的话，其实国际上的社会，无论是这一个欧美的国家也好，或者是说我们亚洲国家，包括台湾也好，其实也必须要更大的力度，再加大的力度去帮助香港，无论是说这个人道的救援，或者是说在国际上进行这一个的惩罚，进行这一个的惩处也是要加大的力度这样子。其实最后头都嘛讲到国际的这个力头爱较大咧，但是国际的这个力头若较大咧，也是讲是用话的尔、声明尔，实际制裁动作若是无出来，这个香港政府也好，北京政府也好，可能嘛是还佫激皮皮啊毋过咱嘛看到讲，这个港区的这个国安法通过，这个济国家拢有做一寡声明咱嘛做一寡整理，咱来看讲这个27个这个联合声明伊是讲啥咧？香港国安法迫害到这个一国两制啦针对香港这个人权有真大的这个影响。另外，咱看到日本内阁啦这个是菅义伟安尼讲咧，伊讲这个国安法通过啦已经升等一国两制这公信力，嘛对习近平被访问日本产生影响。另外来看到这个欧洲议会这个部分人民党团的这个主席Weber 伊讲这个香港是新的这个 Berlin 呼吁欧洲都要保护为着自由奋斗这个香港人看到美国这个国务卿这个 Pompeo 啦伊是动作有较大，伊讲啥咧？伊讲无法度甲这个香港甲中国来做区分要撤销香港的特殊警务的这个地位嘛要限制防卫甲军民相同用途的这个技术，要搁输出香港啦这会搁甲限制啦过去咱嘛讲到香港过去是这个英国这个殖民地啦所以英国的态度嘛非常的重要。这个首相Johnson 伊讲啥咧？要检视是毋是甲中英联合声明有冲突的这个所在。继续，咱搁请教咱的这个研究员其实咱看到这个济国家拢有伊这个声明存在。美国看起来有较强势啦过去咱嘛讲伊要撤销掉这个香港特殊的这个警务地位，但是这是处理掉这个真正是香港政府也好，还是讲真正处分的是这个香港的这个人民。另外，防卫甲军民相同这个技术，无要输互香港。这另外一层意思就是讲，这物件因为过去拢会
直接入去中共啦吼，即阵拢要甲切倒。是。我毋过咱看这个声明吼，大概来自这个啦，美国啦、欧洲国家、日本这几个国家啦吼。我是感觉讲这是真好的代志。OK。因为这边吼是大概真侪国家、主要国家拢有迄个这个意识，有这发表这个意见，我感觉真重要。是。毋过未来应该去看，是讲伊会阁继续袂？吼，就继续我看上无应该要观察就是两部分。第一个部分就讲，你即马各个国家家己去讲，你为什么不爱做伙讲？联合起来吼，就是联合起来嘛。吼，最主要是一个场所就讲联合国嘛。特别是人权理事会，这是人权的一个关心嘛。所以你会使联合国、联合嘛，做伙去提案，然后来再过来做调查，再来过来做诉求。这是第一个。吼，第二个是讲，这款国家未来会从美国也干呢袂 ？OK。就美国讲伊较强势。吼，上无其他国家，比如讲英国，不只是讲去检视讲有迄落有甲中英的尔联合声明有冲突无尔，应该是要检查讲，因为这个代志，所以我感觉中国的关系是未来经济合作啊其他的问题，应该要去检讨嘛。OK， 对，所以讲，因为讲起来，我感觉尤其是特别是英国，英国上无不只是法律的责任，伊其实有道德的责任。过去你必须要去注意到香港人迄个生活跟未来的各种的状况嘛。所以我感觉未来讲看这两方面有法度更加进一步无？是。才有法度讲你有法度做伙去面对中国，即嘛对一个真直接控制香港，用迄个国家安全之名来控制、来恐怖的统治香港。有影啦吼，就是这个联合声明，是安怎无爱伫这个 United Nations 联合国来去做一个执行，这个力头比家己各国伫遐发来发去，搁较有这个影响力啦吼。其实咱嘛要传讲对台湾来讲咧，咱今日其实嘛咧讲吼，保护香港人，也是讲有一个政治庇护这个责任，互香港的这个政治受难者，因会当来台湾。真正会当受到这个咱台湾政府的这个保护啦吼，咱嘛看到行政院今仔日吼，这个陆委会内底，这个陈明通主委啦吼，嘛开始甲这个张小月啦吼，就是这个台港经济文化促进会这个董事长，当时是宣布讲，咱已经成立着一个台港服务交流这个办公室，开始来运转啦吼。其实咱嘛看到行政院苏贞昌院长啦吼，嘛伫现场贴分明来讲吼，讲啥咧？中国竟然有这款材料来立法吼，要管全世界这个百姓，真正是真恐怖。咱做伙来看。请揭牌。陆委会主委陈明通、台港经济文化促进会董事长张晓月做会出席，宣布台港服务交流办公室7月7日正式开始营运。伫中国宣布港版国安法正式实施了后，陈明通认为这是一个政府小停香港重要的里程碑。那正式营运的这个日子，也是政府进一步实践称香港民主自由的重要里程碑。透过办公室的成立，我们想彰显的就是我们跟香港人，我们是站在一起的，因为所坚持的是一种自由民主的一个普世价值。大约有20人左右规模的台港服务交流办公室，主任是港澳处长杜家芬来接，副主任是港澳处专委尤碧如来做，有专人专线予香港人来咨询。总统蔡英文嘛伫面前发文强调，会不分政府甲民间，予香港人上大的支持。另外，因为港版国安法规范的范围真大，陈明通认为，唔那针对香港也是台湾，全世界的人拢必须要注意。天朝帝国对世界子民发生的律令，所以这个法。已经不是香港，也不是台湾，是全世界都必须关注的，有这样的一个法律出来，我们真的是必须严肃的面对。这是一个很恐怖的立法，中国政府露出这样的真面目，用这样全世界没看过的这种立法手段，可以中国自己立法管全世界的人。行政院长苏贞昌是批评中国，伊当时强调，这个恐怖的立法唔那是针对香港人，佮呼吁台湾人照出爱看清中国的承诺根本无准算，敢若爱有国家完整的主权，甲袂亲像香港人即马面对的状况。记者台北综合报道。是咱已经成立合作这个台港服务交流这个部分这个办公室到底安怎来提供
这个服务也好，还是讲这个人道的协助也好啦吼，咱嘛有做一张图表清楚，大家做来看。蔡英文这个总统啦吼，伊是讲呢，无分政府，你都要香港人来做支持啦吼。所以伫今日成立咱头讲到交流办公室啦吼，嘛要提供所有的这个协助。另外看到副总统赖清德哦，伊讲哦，香港版的这个国安法立法了后，真正是甲这个民主的这个潮流吼，真正是向另外一个方向来行啦吼。啊嘛，甲这个香港人治理香港这个高度自治的这个方式吼，拢甲等现实。咱嘛看到行政院甲外交部拢有要启动咱所谓的这个香港人道援助关怀行动这个专案吼，嘛提醒咱头有讲过36条、38条，你若去香港吼旅游啊，过去有这个批评这个中共的言论也好，还是支持香港独立的这个部分，你都要去特别来注意，你要去香港旅游的时阵，拢有风险。咱嘛看到讲吼，在野党其实嘛有因的这个声音啦吼，中国国民党即阵是话讲吼，中共因为通过这个港版的这个国安法啦吼，应该避免吼来甲这个香港较敏感的这个神经甲起震动啦吼。另外嘛呼吁蔡政府具体的措施来保障香港人的这个权益啦吼，莫干那是人嘴花嘴利伫咧讲尔。另外台湾民众党嘛是共款批评民进党啦吼，过去吼就是讲山野官吼，甲香港这个议题藏入来。但是咧，即阵唔通干那伫咧这个网络顶吼来挺香港啦吼，爱叫因紧来修这个香港澳门条例第18条。另外，时代力量嘛是共款哦，香港要先批评这个中共这做法，和香港已经变作是一国一制啊吼。啊，即阵嘛呼吁着讲爱来紧修这个香港澳门条例第18条啦吼。第18条是安怎讲啊？咱嘛才有做一张图表啦吼，嘛来请教咱现主席的这个来宾吼。第18条是啥咧？就是讲吼，香港、澳门这个条例啦吼，是这个政治因素吼，也是讲导致你的安全、自由有受到这个危害。香港甲澳门这个居民哦，有必要这个援助，但是第18条根本细节也无讲啦吼，也是讲这个具体这个定数安怎来保护嘛无讲。咱继续来请教何教授啦吼，安怎来保护咱讲受到这个政治迫害这个香港人民？所以最主要问题是因为我们台湾没有难民庇护的机制，那包括香港自己都有收难民。如果难民庇护的机制就有申请的程序，那从过去以来，去年以来，其实很多香港的手足投过来，那政府的处理方式就是我个案处理而有18条是我个案处理，所以他并没有把18条给细则化或程序处理化。那如果今天可以把它做好，会有一个好事，就是我今天是香港人，我今天会考虑说，我到美国或加拿大，他们有难民庇护的机制，他们怎么走？我期待程序是什么？那如果今天台湾你把它讲明了，那我可以考虑说，我是要来台湾还是去加拿大？我觉得这对一个就是说真的你要如果站在一个将心比心，你站在一个逃难的心态上来讲，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打算。那现在7月1号政府真的走出了第一步，他现在有个专责办公室，但是我觉得那个细则还是非常非常重要，让人家就说真的有这种紧急避难的需求的香港人，他可以有一个可预测、可预期的程序，他知道符不符合台湾条件。OK， 这个定数真正真重要，因为咱头嘛讲到第18条，干那这个条例放伫咧遐啦吼，但是政治因素你有援助政府会当去甲你援助，但是这个细节真正无，定数嘛无啦吼，程序上或者是细则上，我们这个台湾政府怎么样去做修订？我们看到刚才时代力量其实也有说，在这个临时会必定要把它排到这个议程里面，这些法律的部分要通过立法院，这个我们香港人怎么看台湾这个立法？那当然，其实现在这个台湾的政府去用这一个的专案的形式去做香港的政治庇护，其实一直以来就是这样子的做法。那其实他之前也说过有这一个比较弹性的处理，但其实好像刚刚教授所说的，其实他这一个的港澳条例18条，其实没有一个很明文规定，没有一个这个具体的这个明文和手续，让我们香港人会看到说怎么去申请啊，我们的考量有哪些这样子。所以其实现在这一个蔡英文总统他有成立这一个的办公室，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一个的进程。那我会相信就是说，其实现在越来越多的香港人因为国安法的通过会陆续的无论是移民啊，或者是说寻求庇护啊，都会去寻求外国的这一个帮助。无论是台湾或者是说欧美的国家，那只不过就是说，现在我们这一个的香港人要选择去哪里？
才比较有一个适当的处理和这一个的安置哈。那台湾政府其实一直以来，特别是蔡英文总统，他都非常的去支持香港的抗争者。那这个也是我们一直以来看到的。但我们也希望就是说，现在第一步已经做到这一个的有一个窗口了，也是我们一直以来希望有推动的。那但我们也非常的去关注一点，就是说，其实它里面所说的有一个比较重点的是，香港人希望来到台湾的去寻求帮助的话，其实就是要一个合法的路径嘛。OK。那其实这一个其实也希望就是说，台湾政府也必须要有一个的比较弹性的处理啊，因为其实我们看得到非常多的战友，其实他在香港受到一个不合理、不公正的这一个的法律的审判。那何况是没有这一个国安法之前，那现在有了这个国安法之后，我们没有办法去保证，和我们其实已经看得到，已经日后有机会进行这一个密室的这一个没有审判团的这一个陪审团的这一个的法律的这个审判哦，那所以其实去被这一个的政府限制出境以后，其实他们的人身安全也要同样的受到关注跟保障。那这一个的部分的话，也希望就是说台湾政府可以重视，也希望就是说无论是台湾政府或者说其他国际上的政府啦，其实也是希望就是说就是会用更大的力度去保障现在香港真的是面临被这一个非人道去对付、打压的这一些的香港的民众。真正吼，这个咱最后讲到香港人这心声吼，台湾政府这个脚步都要打较紧的，但是咱看民进党这回是这个新成立这个台港服务交流办公室啦吼，这个法条的这个部分爱搁去处理无？我是感觉讲咱分成两个阶段啦。OK， 第一个阶段是讲这个香港港澳条例第18条还未修改进前，会当做什么代志 ？OK。第二讲你未来法律要当修改吼。就我所了解是讲，其实这个法律还未修改进前，其实都有在做代志啊。有啊。尤其是这种咱政府甲民间团体有在合作。吼，就讲在咱帮站，讲香港的朋友来。我补充一点，有当这个代志实在真正袂使公开。因为其实伊个目标毋是讲咱咧考虑啥物，是要为着要保护咱香港的朋友。因为你若一公开以后，有一寡朋友是讲伊是要过来台湾，毋是讲介久的时间，伊讲要登去香港。OK。所以讲你即马来完全公开吼，对咱香港的朋友颠倒是种伤害。所以我感觉嘛是爱考虑这个部分啦，吼，这是感觉暂时。即马咱以后即讲即个服务的交流的办公室成立以后，会当是就讲更加进一步啊。OK。讲有一个敢若其实伊是政府所提供的啦，其实总会提供，虽然形式上是敢一个民间团体啦，一个办公室啦，吼。那不过即马为止会使实质上做一寡帮忙，所以我所了解其实伊即马已经有在做啊，只讲无方便讲安尼。OK。第二个就讲，未来即个法律是要更加修改、更加完整的。我感觉讲拄啊何教授讲着，讲咱即摆未来讲，有需要个大家拢知影。香港个澳门的朋友讲，未来你有法度讲咱台湾有啥物规定，你有法度做啥物选择无？毋过我看，就是讲未来这法律的修改较完整的吼，其实有真个帮助。毋过嘛袂使排除讲有当代志实在讲实在袂使完全公开，嘛是袂当完全写明啦。我强调一遍，其实是要为着咱的香港的朋友，为咱香港的朋友，毋是讲你要甲咱秘密作为来讲呀。其实因为咱保护香港的朋友，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代志，因为这是咱的目标嘛。这是咱的目标，来保护。所以讲，爱以一个为上重要的考虑啦。所以讲，我感觉就分做这两个阶段，咱慢慢来改进，慢慢来进步。有影啦吼，因为过去咱嘛有这个来宾伫节目头顶讲吼，这个为什么第18条袂当写伤明，有当写伤明落去，这个规个法条是绑伫遐绑死，这个春秋的这个所在无遐尔啊好啦，有安尼讲法。当然伊是有一个这个，问题讲这是法律还未改以前嘛。法律还未改之前，咱即摆你就法度做讲做迄个细节嘛，就讲有迄个陆委会来做这个细节的部分嘛。哦，这个细节部分，我是感觉伊有使一寡空间会使做啦，一寡空间会使做，因为你细节你做落去，嘛是无可能讲啥物件拢讲清楚嘛，这是绝对无可能的。法律有伊个限制嘛，对吧？嘛是有一寡会使弹性的去处理，嘛是会使存在啦。未来当然是讲咱的制度上，比如讲这个。庇护这制度其实来慢慢来建立吧，较完整的。因为包括讲人入来到台湾以后，咱要甲认定讲伊需要来帮站，需要来庇护。庇护了，中间这过程，咱要甲帮助，甚至未来讲较长期的，
有法度停留、得居留在台湾，甚至最后你变做有国籍无？哦，即讲我这是一个足长的定数。是，你若制度爱完整以后，你才法度真正甲咱的朋友，互咱的朋友较侪、较完整的帮助啦。有影啦吼，这个爱分阶段啦吼，就是发收进前，甲发收了后啦吼，嘛毋茫讲有的人吼，真正是在受到这个政治庇护的，会当买手真正摕到台湾的这个国籍。咱最后搁请准候啦吼。刚才教授的意思是说哈，我们有这个修法的程序，在修法之前、修法中，还有这个修法后，未来是不是这个修法真的让这个政治庇护的这个香港人真正拿到国籍，也是你们所希望的吗？那当然，其实这一个压迫也不是一时三刻的。我相信就是说，其实现在中国政府，特别是共产党，对于香港的这个打击会越来越大。那它的这个持续的时间，我们也不清楚。那所以当然希望就是说，国际上的各个国家可以给予香港人更大的资源，当然是最好。那我会觉得说，现在我们经常说今日香港，明日台湾哦。现在香港的这一个的情况，已经是来临到非常严峻的地步了。现在香港的这一个的民众，如果真的是没有办法去逃避出来，或者是说看真成功的话，其实我们香港已经是跟这一个中国的这一个省是没有两样的差别。那所以真的是希望就是说台湾的民众，或者是说台湾的这个政府，真的是更加大力度去真的支持我们香港的这一个的民众，不要让这一个香港的这个情况，在过往的这一个的时间，或者说未来的时间被中国完全统治。那所以我们现在香港人不会害怕说现在中国的这一个国安法去来临这个香港，那也希望就是说我们台湾的市民也会跟着香港人一起去抗争。台湾人继续来听香港人，今日非常感谢三位来宾，多谢，感谢。